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錢錢，卡佳里嘅地產經紀。上幾集咧就講咗政府嘅估價啦，市場價賣屋之前要準備啲乜嘢？好多觀眾都問，有咩辦法啊可以將間屋係賣得貴啲呢？地產市場咧都有一個週期嘅，比較多人賣屋嘅時間咧係喺4月或者係5月，所以好多個賣家咧都會趁呢段時間咧做定功課先。賣樓前咧，我哋都會聽到3個名詞，就係維修、裝修同升級。先講維修，間係你嘅，冇人咧比你更清楚邊一度咧係要整嘅，就嗱聲整咗佢先啦。你唔整咧，到驗屋嘅時候咧仲麻煩。如果有啲明顯嘅傷痕啊，客人睇樓嘅時候咧，自然對間屋咧就大打折扣啦。第二係裝修，如果你間屋好舊，想裝修一下咧，等自己同屋企人住得舒服啲咧，呢個係好正常噶。但如果係準備裝修完拎去賣，咁就變成一個商業嘅決定啦。條數咧就一定要計得好準。否則真係連拍裝修費都攞唔返。我會另外拍一集專講呢個話題嘅。第三係 upgrade， 即係升級，去提高賣屋嘅價錢。至於 upgrade 啲乜嘢呢，就要睇餸食飯啦。因為每間屋嘅損耗折舊都唔同㗎。大家可以去Go Compare 呢個網站睇睇，邊樣 upgrade 性價比係最高。根據Go Compare 嘅數據顯示，最值得更換咧就係 furnace 同熱水爐。雖然 furnace 一般都可以用20-30年，但換一部全新嘅節能嘅 furnace 咧，除咗俾買家有一種安全感之外咧，仲有一種日後慳錢同環保嘅感覺。第二個值得換嘅係車房門。好多人咧都以為車房門係冇乜重要，其實咧車房門係大部分人對間屋嘅第一個印象。更換車房門咧成本係唔算高，但係可以大大提升間屋嘅形象，同埋傳遞一個信息，屋主咧係好錫間屋嘅。第三個咧係家庭電器，因為呢個亦都係相對成本較低，而係可以提升間屋嘅層次感。乜嘢屋咧就賣咩嘅價錢，冇屋咧係賣唔出嘅。不過咧唔可以話唔執間屋咧就要賣到執完屋嘅價錢。如果大家計劃賣屋，又唔知點執，歡迎聯絡我錢錢，卡佳里嘅地產經紀。我已經有28年嘅地產經驗，一定可以同你間屋化個靚妝，賣個靚價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